大家好，2026年7月4號，我去咗英格蘭嘅中部，參與其中一個1年1度嘅巴士盛事 Midford Bus Fest。佢舉行嘅地點就位於基頓嘅 British Motor Museum。今次活動有接近50部嘅新舊巴士參與，當中更加有退役咗嘅香港熱狗巴士 MCW Metrobus 11米。當然唔少得帶大家參觀呢個 Museum 嘅汽車珍藏。仲有活動尾聲嘅時候，6架 MCW Metrobus 擺出嘅夢幻陣容。喺片之前記得讚好、分享我呢條影片，訂閱埋我哋，撳埋鐘掣。鍾意嘅可以用粉絲推介，等多啲人睇到呢條片，仲可以用 Super Thanks 贊助我哋。Riding the bus, my spirit feels so l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See smooth the window shining in the n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當日朝早一早出發，揸咗個幾鐘頭車，去到 Leamington Spa Station。喺呢度搭大會安排嘅接駁巴士，原來一部 Midland Red D9 雙層巴士，佢1962年出牌，係 Midland Red 嘅自己設計同埋製造。行走 Midland 10幾年之後，去到1975年，改裝成為咗倫敦嘅開篷巴士。1981年正式退役，84年就俾博物館收藏咗。呢部車依然非常之好力，加上當日天氣好好，不過呢就有啲大風，真係吹到面容扭曲，都唔知得咗幾多條頭髮啦。大約半個鐘頭，終於到達咗呢個會場 British Motor Museum。一入到場，我就被一個好熟悉嘅身影吸引住，佢就係嚟自香港嘅前九巴三軸 MCW Metrobus 11米，編號咧就係 S3M249。雖然唔係第一次再次見翻佢，不過以前 MCW 呢個車廠正正咧就喺附近嘅 Birmingham， 所以今次嘅車主咧亦都受到博物館嘅特別邀請，特登揸咗4個鐘頭先嚟到會場。對於 local 巴士迷嚟講呢，都好有新鮮感，成為當日嘅焦點之一。睇住呢部香港人嘅集體回憶，翻返去佢嘅鄉下，同其他英國嘅近親 Metrobus 一齊合照，別具意義。除咗 MCW 吸引人之外，今年適逢係 Daimler 130週年，所以現場呢仲擺咗3部非常之珍貴嘅 Daimler 古董私家車坐鎮。當然巴士博物館亦都攞咗佢哋嘅珍藏出嚟，例如呢部 Birmingham City Transport 嘅雙層 Dana COG5， 外形非常之獨特，比較硬朗。我哋去裏邊睇下先。車廂裏邊唔少地方都係木製嘅車窗框，旁板就包上咗呢個嘅皮革，盡顯當年嘅設計美學同埋優質嘅用料。另外仲有單層嘅 Dana， 同埋唔少得嘅珍寶 Fitline， 而呢幾部 Fitline 亦都各有特色，配上唔同嘅車身。更有趣嘅係呢部單層版本，當然咧佢哋都安排咗做呢個嘅遊車河，喺場館附近兜一圈。呢部車身有少似中包嘅 Atlantean， 我哋入去參觀下先。所有嘢都佈局得非常之新淨。呢個時候我哋睇埋其他參與嘅巴士先，佢哋各自都有唔同嘅背景故事，有好多咧仲係私人保育添，可見車主花咗唔少心機，透過呢啲大型嘅活動，將自己嘅心血結晶展示出嚟。咦，呢部巴士非常之特別，
話佢嘅雙層又唔係，但係佢又唔係淨係單層喎。原來佢係 Morris 製造嘅 FF Coach， 佢當年專門係製造俾佢哋員工自己組成嘅銀樂隊喺全英國巡迴演出時候嘅專用車，所以佢尾部咧就升高晒，就可以成為咗另一層咁樣樣。原來因為車尾部分整咗個小型嘅貨倉，用嚟放樂隊嘅音響同埋樂器。喺呢度除咗睇車影相之外，最正嘅部分呢，就係同唔同嘅車主直接咁樣交流。好似呢一部1948年出廠嘅 Midland Red C1 客車，可以話係神級嘅古董，因為佢喺世上唯一架行得走得嘅完整嘅 C1 客車。而佢喺1963年脱之後，反而呢被重新改裝咗，由原本30個座位變成更寬敞嘅24座位。因為佢成為咗 Midland Red 嘅樂團專車，同樣咧都帶住樂隊周圍去巡迴表演噶。佢哋1971年初正式功成身退，亦都由3301 Preservation Group 接手進行保育。經過多年嘅艱巨復修，包括翻當年原裝製造座椅皮嘅生產商，透過多方嘅努力，完整咁樣重現翻當年嘅模樣。喺2021年重新同大家見面，聽完車主嘅分享，真係覺得佢哋嘅保育精神令人哋肅然起敬。我哋行返去 S3M 附近，見到有個前輩好留心咁樣望住呢部九巴，我就好奇問下佢啦。原來佢以前喺 Dennis 工作，喺1983年嘅時候，曾經派駐香港九巴嘅屯門裝嵌廠，負責指導同埋協助裝嵌當時3門嘅12米 Dennis Dragon。佢同我分享咗好多當年嘅趣事。例如佢成手都係一個嘅圖質，又分享下香港人嘅工作效率非常之高，所以呢個熱狗式對佢嚟講係充滿住回憶，亦都深深咁樣感受到以前香港同埋英國之間嗰種密不可分嘅緊密聯繫。時間已經去到下晝2點，曬咗幾個鐘，係時候咧就入去室內避下暑。當然最重要就係參觀埋呢個嘅 British Motor Museum 啦。Museum 嘅隔離就係 Aston Martin 嘅全球總部，仲有 Jaguar 同埋 Land Rover 嘅設計研發中心亦都喺附近。所以呢個博物館亦都有唔少嘅 concept car 睇到，裏邊有400部嘅藏品，其中呢個 Time Road 就包括英國8年汽車演變，佢就好似一條馬路咁樣拍晒唔同嘅汽車。當然唔少得 Land Rover 嘅原型車、古董車、私家車、跑車、賽車等等，即係睇到大家目不暇給。另外呢度仲有另一座建築物 Collection Centre， 佢就好似一個秘密嘅貨倉咁樣，拍咗另外250架未公開展出過，為咗排隊等候復修嘅古董車。我哋可以非常近距離咁樣接觸到摸到佢哋。不過由於佢係一個倉庫嘅關係，所以就擺得密密麻麻。其實呢個陳設方法可以一次過將大量嘅藏品展示出嚟，但係講真，隻眼都睇到少少攰。而望下邊就係一個非常之難得睇到嘅車房，佢盡顯神級大師喺度幫一啲阿爺年代嘅車起死回生。
眨眼時間去到3點半，接近活動嘅尾聲。行咗啲活動一啲 pop store， 唔單止買到心頭好，仲同店主吹水，傾咗好多有關英國同埋香港嘅巴士模型市場，可以話係額外嘅收穫啊！呢一個檔攤呢就唔係賣嘢，反而展出咗佢爹哋曾經擁有過嘅巴士車場，透過建立模型懷念父親。時間接近4點，係時候作一個完美嘅句號啦。講緊嘅就係巴士大合照，6架 MCW Metrobus 齊齊整整 set 好晒位，擺好陣勢，等現場嘅朋友影相留念。見到啲英國嘅車主好調皮，原來佢哋有3架巴士嘅電子牌系統裏邊係有元朗東53號嘅巴士路線資料，佢特登 show 咗出嚟，但係送俾來自香港嘅巴士迷嘅禮物。英國嘅郊區草地上邊，除咗有懷念裕民坊嘅10129 S3M 巴士之外，仲有去元朗東嘅英國巴士，嗰種時空錯亂嘅感覺真係特別夢幻。下一集我將會全方位咁樣帶大家睇下呢部遠征咗去英國嘅九巴 S3M 嘅故事。下一集 Busby Channel 我哋再見，拜拜。